好啦，我哋 IG 嘅直播都已經開始咗啦，歡迎翻到嚟我哋32強第一 round 嘅賽事。今日咧，我哋會喺上半場開始進行32強，然後就8強，最後就4強揀出香港嘅冠軍嘅。咁我哋第一 round 嘅賽事都已經差唔多準備好啦。我哋第一 round 嘅選手係由 Jonathan 啦、Terence 啦、Kola 同埋 Wilson 嘅，所以陣間大家可以喺熒幕上面揾到4位選手嘅蹤影。而今日我哋有8組嘅咖啡，每一組咖啡入邊有2杯一樣，1杯惡級，選手就會用佢哋嘅方式咧揾出8杯嘅惡級，鬥杯數多，亦都鬥時間快嘅。事不宜遲啦，選手們可以去到你哋英文字母嘅區域準備，個人物品咧可以擺喺紙條箱入邊啦。咁手持你哋比賽用具企喺呢部上邊。第一 round 嘅賽事即將開始。係啦，同埋選手係可以用手機去 record 翻自己比賽嘅過程。Timekeeper ready？ 選手 ready？ 你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3、2、1，開始。
第一 round 嘅賽事已經完結啦，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由 A 區開始揭曉下結果先好嘛？第一杯中，第二杯中啦，第三唔中，第四中，第五中，第六中，第七杯中，我哋 hold 住先。B 組第一杯唔中，第二杯中啦，第三杯中，第四中，第五杯中啦，第六中，第七杯中。好，我哋轉頭翻嚟揾你啊！ C 組第一杯中啦，第二杯中，第三中，第四中，第五中，第六杯中埋。好，我哋 hold 住。D 組開始啦，第一杯中，第二杯。中，第三中埋，第四杯中啦，第五中，第六杯中啦。好，我哋翻去 A 區揭曉最後一杯答案。好，預備啊，張文，第八杯中埋，黑杯。B 區嘅選手準備好未？第八杯唔中，根本就係 B 區，好犀利，好犀利！我哋而家一次過開第兩杯啦，第七杯中啦，開埋咯，中啦，八杯全中。同樣地 ，Wilson 準備好未？第七中，第八中，八杯全中。第一 round 嘅結果已經出爐啦，可能 Instagram 未必睇得咁清楚，但係希望你都聽到直播講嘅聲音同埋內容。但係而家只係第一 round，OK？ 進入八強，到底要乜嘢嘅成績，我哋仲未知結果。選手們可以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我哋繼續睇比賽。辛苦晒咁多位。翻到嚟我哋 Round 2嘅賽事，我哋已經準備緊 set 題目啦，所以 Round 2嘅賽事好快就會進行。我哋今日同樣地都係會有8組嘅咖啡，每一組咖啡入邊咧都有2杯一樣，一杯惡級。選手會透過自己嘅方式去揾出8杯嘅惡級出嚟，鬥準同埋鬥快。當然啦，我哋有咁好嘅咖啡豆嘅供應咧，亦都要多謝我哋 sponsor。Fullerton 同埋 Vina Cava 佢提供一啲咁好嘅 green bean sponsor 俾我哋，令到我哋有意順利去舉辦今次 cup tasting 比賽。同樣地都要多謝我哋嘅水嘅 sponsor 啦 ，Mose 佢令我哋有個好嘅水質去沖煮我哋嘅咖啡。當然都唔少得華盛咖啡作為 roasting 嘅 sponsor。本地嘅紙杯牌子 Padlet 佢進行我哋紙杯嘅 sponsor， 多謝佢哋每一位單位嘅付出。
我哋比賽都好快將會進行，選手們 OK 準備好未？好，可以去到你哋指定嘅比賽區域，個人物品可以擺喺指定箱入邊，然後手持你哋比賽要用嘅嘢，同埋企喺呢部上面等候啊！第2 round 嘅賽事都好快將會開始嘅。好 ，timekeeper ready， 選手 ready，OK， 好，你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3、2、1，開始。
比賽時間仲有1分30秒。比賽時間仲有1分鐘。好，第2 round 嘅賽事結束，我哋係時候公佈成績啦。我哋由 A 區選手開始，第1杯中，第2杯中，第3唔中，第4唔中，第5中，第6中，第7唔中，第8中啊！有冇晒選手 ？B 區啦，第1杯中，第2中，第3杯中啊，第4中啊，第5杯中啊，第6杯中埋，好，抱住先。C 區第1杯中。第2中，第3中啊，第4中埋，第5杯中啊，第6繼續中，好 hold 住。B 區選手第1中，第2中，第3唔中，第4中，第5中。第6中，第7中啊！好 hold 住先，轉頭翻嚟揭曉啦。我哋而家翻去 B 區，B 區準備啦，第7杯中 ，B 區嘅最後1杯啦，唔中，7杯 C 區第7杯。中，最後1杯唔中，7杯。好 ，B 區最後1杯中。第2 round 嘅成績都已經揭曉咗啦，所以大家心裏有數。但係記住，我哋比賽未完咧，都係未知道邊8位真正晉級嘅 ，OK？ 所以繼續睇埋賽事落去。轉頭直播翻嚟再見，辛苦晒咁多位。歡迎翻到嚟第3 round 嘅賽事，我哋第3 round 嘅賽事好快就會開始。呢個 round 嘅選手有 Henry 啦、Henry 啦、阿 B 啦。同埋 Marco 4位選手準備緊㗎，我哋而家準備緊題目，8組嘅咖啡，每一組咖啡入邊有2杯一樣咖啡，1杯係惡級，就會透過選手嘅方式去揾出8杯惡級，鬥杯數多，亦都鬥時間快。當我哋檢查埋溫度，檢查埋所有嘅咖啡，就會開始我哋今日嘅比賽。都好多謝 Riyadh Coffee 提供我哋今日場地嘅供應，位於新蒲崗呢度，令到我哋可以咁順利去舉行咁多彎嘅賽事。由超過140位嘅選手嚟到今日去到32強，我哋已經進行咗好多彎嘅賽事。所以有興趣嚟睇比賽嘅觀眾可以前往新蒲崗去直接去感受下現場緊張嘅氣氛。而選手們咧亦都可以準備就座，我哋
可以出發係啊，去到你哋嘅比賽地區係。個人物品可以擺喺紙皮箱度，然後拎住你哋要比賽嘅用具。好 ，timekeeper ready， 選手 ready， 你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3、2、1，開始。
比賽時間仲有1分30秒。比賽時間仲有1分鐘。Round 3結束，我哋又係時候嚟揭曉成績啦。事不宜遲，好，我哋由 A 區開始，第一杯中。第2杯中，第3中，第4中，第5杯中，第6中，好，等等稍後見。B 區中啦，第2杯中啦，第3中啦，第4中啦，第5杯中啦。第6杯中埋，好，犀利！哇！C 區又嚟一杯中，第2中，第3中，第4中，第5杯中，第6中，揭曉埋第7杯啦，中，好 hold 住先。D 組第1杯中，第2杯中，第3杯中，第4中，第5杯中，第6中，第7杯中，咁我哋就揭曉埋最尾一杯啦，中嘅，好，犀利！我哋翻嚟 A 區。已經中咗6杯啦，準備第7杯中啦，第8杯全中 ，yes！ 都係個 yes 係個人情緒加落去會啲 ，sorry， 係啦 B 組中，第8全中 ，yes！sorry 都係加埋俾你 ，C 組。中啦，7杯，犀利！哇！原來呢個食花生位係咁刺激嘅 ，OK？ 第3彎結束，我哋轉頭翻嚟就睇埋第4彎，辛苦晒4位選手，犀利！嚟到我哋今日第4 round 嘅賽事。32強第4彎嘅賽事，我哋選手有 Leo 啦、Andy 啦、阿森同 Vinny 4位嘅。一陣間大家可以熒幕上邊可以見到佢哋4位嘅比賽。今日都好希望多謝我哋嘅 Stock 嘅 sponsor 去提供我哋決賽嘅禮物，令到我哋嘅選手可以滿載而歸咁翻屋企。事不宜遲，選手亦都可以去到你哋比賽區嘅個人物品可以擺喺支皮箱入邊，然後手持你哋比賽嘅用具。而選手都可以咧將手機 set 喺腳架度 record 翻自己比賽嘅過程。同樣嘅，我哋有8組嘅咖啡啦，每一組嘅咖啡有2杯一樣，1杯柯級。
選手會透過自己嘅方式咧，去揾出8杯嘅惡級鬥準同埋鬥快嘅選手 OK 就可以企翻喺呢部上面啦。Timekeeper ready？ 選手們 ready？ 你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3、2、1，開始。
4位選手嘅比賽都已經完成啦。OK，after ready， 好，我哋 A 區嚟啦，中係第一杯，第二杯中，第三唔中，第四中，第五中，第六中，第七中，好。hold 住先。B 區第一杯中，第二唔中，第三唔中，第四中，第五中，第六中，咁我哋開埋另外兩杯啦，唔中，最後一杯唔中。辛苦晒呢隊選手。C 區第一杯中啊，第二中，第三中，第四中，第五唔中，第六中，第七中埋，好 hold 住先。D 區第一杯中。第二中，第三中，第四中，第五中，第六中，好，我哋打返去 A 區先。嘅時候啦，因為夠鐘啦，嚟啦，轉你一杯，中7杯。C 區中，好，跟住就翻嚟最後啦，唔中，第8中，4位選手辛苦晒，大家都好犀利。我哋今日嘅比賽未完，所以仲未知結果。我哋轉頭睇埋稍後嘅賽程，知道真正晉級嘅選手係邊8位 ，OK？ 我哋轉頭直播再見，辛苦晒咁多位。第5 round 嘅賽事亦都即將舉行啦，歡迎大家嚟到我哋第5 round 嘅賽事。冇錯，今日一共係會有8 round 嘅賽事嘅，係32強。完咗8 round 嘅賽事咧，我哋就會揀出8位最高分嘅去晉級。所以一日未睇到最後咧，一日都唔知邊8位真係能夠順利晉級嘅。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我哋每一 round 嘅賽事直播。都辛苦晒今日在場每一位義工幫手啦！如果想去感受下比賽嘅氣氛，都可以
前往我哋場地 sponsor Riyadh Coffee Roastery 新蒲崗嘅地址，去一齊去睇直播嘅，去親身感受一下。選手們都可以進入你哋嘅比賽區，個人物品咧可以擺喺紙皮箱入邊啦。手持你哋嘅比賽用具，企喺呢部上面等候。拎住你哋比賽啲嘢先。你有 OK？Timekeeper ready？ 選手 ready？ 你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3、2、1，開始。
比賽時間仲有1分30秒。比賽時間仲有1分鐘。好，4位都完成咗第5 round 嘅賽事啦。我哋由 A 區開始揭曉，第1杯中，第2杯中，第3中，第4中，第5杯中，第6中。好，我哋 hold 住先。支佢第1杯中，第2中，第3中，第4中，第5中，第6中。好，我哋可以稍後翻嚟試佢第1杯中啦，第2中啦，第3中，第4中，第5中，第6中，第7中。好，都 hold 住先，支佢啦。中咗第1杯，第2中，第3中，第4中啦，第5唔中，第6中，第7中。好，我哋稍後先翻嚟揭曉。好啦 ，A 區揭曉埋最後2杯啦。第7杯唔中，第8唔中，有冇睇 A 區選手 ？B 第7中，第8杯選中，最後1杯唔中，有冇睇？最後1杯唔中，辛苦晒4位選手。我哋賽事仲未完嘅，之後完埋3 round 先至知道真正晉級嘅選手係邊幾個。所以我哋一陣間繼續留意直播，辛苦晒咁多位。我哋應該差唔多，好，我哋準備埋位，選手可以將你哋個人物品擺喺紙皮箱入邊啦，然後手持你哋比賽嘅用品。同樣地，我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8組嘅咖啡，每一組咖啡入邊有2杯一樣，1杯係 hot cup， 去同大家去玩 cupcake 比賽。OK， timekeeper ready， 選手 ready。OK， 你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3、2、1，開始。
比賽時間仲有1分30秒。比賽時間仲有1分鐘。比賽時間仲有30秒。好，
好，4位選手已經完成佢哋比賽，我哋揭曉一下成績先。由 A 區開始，第一杯唔中，第二杯中，第三中，第四中，第五中，第六中，第七中，好 hold 住第二杯B 區第一杯中，第二中，第三中，第四中啦，第五唔中，第六中，第七中，好 hold 住先。C 區選手好，第一杯中啦，第二中啦，第三唔中，第四唔中，第五唔中，第六中，第七中，我哋開埋第8杯啦，中，真好晒。D 區第一杯中啦，第二中，第三中，第四中，第五杯中，第六杯中啦。好，轉頭翻嚟再揭曉，跟住 A 區最後一杯啦，唔中，辛苦晒。好，我哋嚟到呢度，最後一杯唔中，辛苦晒。好，你仲有2杯未揭曉喎，而家嚟啦。好，第7杯中，第8杯中，8杯全中，犀利！好，我哋仲有2 round 嘅賽事要進行，所以轉頭翻嚟睇埋餘下賽事就知邊8位真正能夠晉級。我哋轉頭再見，辛苦晒咁多位。我哋翻到嚟尾2 round 嘅賽事，32強尾2 round 嘅賽事，我哋檢查埋溫度就可以啦。我哋下一 round 咧會係有8位選手去晉級嘅，所以一日未完呢2 round 咧，我哋都唔知邊8位真正能夠順利晉級，所以大家密切期待最終嘅結果啦。選手可以去到你哋比賽嘅地方，個人物品可以擺喺紙皮箱入邊啦，然後手持你哋比賽嘅用具喺呢簿上面等候。Okay, timekeeper ready? 選手 ready？ 你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3、2、1，開始。
仲有1分30秒。比賽時間仲有1分鐘。比賽時間仲有30秒。好，4位比賽完成，我哋係時候公佈成績。Group A 第1杯中，第2杯中，第3杯中啦，第4中，第5中，第6中，第7杯唔中，我哋準備最尾一杯啦，中，辛苦晒，犀利。B 區第1杯中，第2中。第3中，第4中，第5中，第6中埋，好，收睇一陣。C 區第1杯中啦，第2唔中，第3中，第4唔中，第5中啦。第6中啦，未揭曉埋第7、第8啦，中唔中？辛苦晒，準備好未？第1杯中啦，第2杯中啦，第3杯中啦，第4中，第5中，第6中埋。好，好嚟啦！第7中，第8唔中，好犀利，大家都好犀利，放心。第7杯，第7中，第8全中，哇！今日呢一組完結，我哋轉頭翻嚟睇埋最後一組先真正知結果係點啊 ！OK， 所以千祈唔好行開，我哋一陣間先真係知道邊8位可以順利晉級嘅。哇！我都好緊張，轉頭見，拜拜。我哋嘅題目正在準備中。今日係我哋32強最後一 round 嘅賽事，過埋呢一 round，我哋就真正決定邊8位選手可以順利晉級下一 round 嘅賽事。一日未完，一日都唔知結果，所以大家要細心咁留意我哋呢一個直播。同樣地，就有8組嘅咖啡，每一組咖啡入邊有2杯一樣咖啡，1杯惡級。選手會用自己嘅方式揀出8杯嘅咖啡，鬥杯數多，亦都鬥時間快。
所以我哋要完埋呢一彎嘅比賽，先真正知道邊8位可以順利晉級。我哋檢查埋咖啡嘅溫度咧，咁我哋就可以開始我哋嘅比賽。好，溫度都已經 OK 啦，4位選手可以埋位。個人嘅物品咧可以擺喺紙皮箱入邊，比賽用品可以手拎住咧，貼喺呢布上面，稍等一陣。好 ，timekeeper ready， 選手 ready， 你哋有8分鐘嘅比賽時間，3、2、1，開始。
比賽時間仲有1分30秒。比賽時間仲有1分鐘。我哋32強最後一 round 嘅賽事都完結啦，係時候嚟公佈成績。辛苦晒咁多位，等到最尾一組嚟啦 ！A 組中，第2杯中，第3中，第4中，第5中，第6中埋，好，加油！D 區中啊，第1杯，第2中，第3中，第4中，第5唔中，第6中，我哋揭曉埋第7中，好，轉頭翻嚟揭曉埋嗰杯。C 區第1杯中，第2中啊，第3中，第4中，第5中，第6中埋，轉頭翻嚟啊 ！D 區第1杯中啊，第2杯唔中，第3唔中，第4中，第5
中。第6中，我哋揭曉埋剩咗2杯。7中啊，8中埋，辛苦晒。翻嚟 A 區最後2杯，準備好未？好，第7杯中，第8杯唔中，辛苦晒。B 區最後1杯係點咧？準備唔中，辛苦晒。最後 C 區啦，仲有2杯，第7中，最後1杯中埋，8杯全中，犀利！好，咁我哋8場就已經有結果啦。我哋轉頭會一次過出 post 去同大家交代。我哋轉頭1點55分會進行8場嘅賽事，轉頭見，辛苦晒大家。